你们是大清的俸禄，享大清的富贵，这种时候却没人说话了吗？吴三桂昨日上的折子，你们都看了吧？怎么样，有何看法？想说什么就大点声，朕也想听。这平西王啊，折子上面的措辞很是谦卑，但他的意思很清楚，无非就是想让朝廷再给他追加100万两的饷银。朱爱卿，你们说朕是准奏啊，还是不准奏？你们是大清的俸禄，享大清的富贵，这种时候却没人说话了吗？启禀皇上，奴才认为不能准平西王的奏。接着说。大清的赋税半号御3藩，已不堪重负。如果准了平西王的奏，那耿精忠、尚可喜2位藩王再加以效仿，那大清的国力就全都耗费在他们身上了。皇上大可直接回绝，有奴才等8旗精锐在，谅他平西王也不敢造次。巴图鲁将军豪气干云呐，下官佩服。不过，将军可别忘了，这3藩久居数省，在当地的实力是很大的，且都各拥重兵。这平西王部下将士更多，李自成、张献忠余部，个个都是骁勇善战。相对于不答应他们的条件，而让他们起兵造反，皇上，臣以为朝廷多破费些钱粮，倒也算不得什么。他平西王要的岂是钱粮？他领地的官员任免都由他说了算，税收也一直由他自行支配，并无半分上交朝廷。朝廷每年拨给他900万两，他还不知足，如今还要狮子大开口。刘大人，你如此夸大3藩势力，危言耸听，不会是收了平西王的好处了吧？你这是血口喷人！皇上，臣对朝廷忠心诚耿，绝无私心呐！你行了，巴图鲁和刘侍郎说的各有道理，其他人呢？回皇上，朝廷每年拨给3位藩王的饷银，已让大清国库空虚。况且，臣听闻平西王圈占民田，又借疏河修城，广征官士，更是自铸私钱，人称西钱。而平南王尚可喜、靖南王耿精忠，也在其领地内横征暴敛，私事私税。现如今平西王又要朝廷追加饷银，简直是得寸进尺。但3藩已是尾大不掉，朝廷是软还是硬，都是两难。索图，奴才在。你怎么看？回皇上的话，奴才觉得这几位大臣说的都有道理。奴才才疏学浅，不知如何应对，但奴才知道一切全凭皇上圣断。臣等一切听从皇上圣断。龙小弟，喝茶。还在为吴三桂的折子发愁啊？这朝廷的文武百官分成了2派，一派力主拒绝吴三桂，认为撤藩势在必行；另外一派则忌惮吴三桂的实力，或者他们其中有些人本身就是吴三桂插在朝廷的眼线，所以力主安抚。这个吴三桂
老奸巨猾又贪得无厌。龙小弟，你知道吗？他平西王的王府啊，甚至比你龙小弟的紫禁城还要奢华。可他那些钱，不都是从云南老百姓还有龙小弟你这搜刮出来的吗？要我说，龙小弟，你是堂堂的真龙天子，还怕他一条地头蛇不成？到时候早晚把那老贼的脑袋给砍掉。这吴三桂就和鳌拜一样，都是朕和朝廷的心腹之患，朕早晚要处置。只不过这三藩要是一同反叛的话，无论兵力还是财力，朕都没有必胜的把握呀。大师兄，你看这样写可好？对，就这么写。康熙暂时不想跟吴三桂为敌，所以暂无撤藩的打算。不过我们要让吴三桂以为，康熙恨他恨得要死，一心想要除掉他。想来这些年，与鳌拜一直相安无事。如今康熙亲政了，我弟折子要求追加饷银，就是为了试探康熙之心。他既已一批准奏，想来对我也并无不满之意。可倾城却说，康熙以视本王为眼中钉、肉中刺，势必除之而后快。你怎么看？父王，依孩儿愚见，那康熙在朝堂上说的话，真假难辨，反倒是下了朝堂，对他心爱女人说的话，倒有可能是真的。父王，孩儿此番进京，曾亲眼所见，康熙对李义欢，那是疼爱有加，犹如红颜知己一般。对雪倾城，虽不及义欢，但也待他十分不薄。既然康熙在他两个心爱的女人面前都表达出对父王的不满，那么康熙的真正意图便不难察觉了。康熙这个无情无义的小儿，当年若不是本王放多尔衮入关，他爱新觉罗家能做得了做不了，这大好江山还两说着呢。的女人面前都表达出对父王的不满，那么康熙的真正意图便不难察觉了。康熙这个无情无义的小儿，当年若不是本王放多尔衮入关，他爱新觉罗家能做得了做不了，这大好江山还两说着呢。本王是将领，也是前明俸禄，本王为了这大清，背下这千古骂名。如今狡兔死，走狗烹，他们清廷就是这样对待恩人的。父王息怒。不过好在父王一统云贵多年，根深蒂固。那康熙一时半会儿也不能拿您怎么样。他现在是不敢怎么样，将来可就难说了。康熙准了本王的奏，追加饷银100万两，可却又让本王北上，说是顾念本王劳苦功高，让本王在那北京城颐养天年。起先我还有些犹豫，现在想好了，就待在这滇都，不走了。可是这圣旨已经下了，父王您难不成要抗旨？希儿，我这就给康熙上折子，就说本王感谢皇上顾念老臣，
只因老臣年事已高，旧疾复发。若是北上，路远迢迢，老臣恐难成行。我看看他有什么反应。我现在就传书给雪域居士，让他找机会把康熙。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哈哈哈哈哈！父王思虑周详，孩儿愿意听从父王一切安排。那日皇上已经下旨，要将李义欢推出午门斩首。三叔，为何不借机除掉这个祸害？就算是皇上之后冷静下来后悔了，也怪不着三叔。皇后啊，皇上那日要杀李义欢，只是在和他赌气，想吓唬吓唬你。如果要真的就这么把李义欢给杀了，那皇上表面上不会怪罪我，可这心里会一直记恨我的。那么咱们鹤舍李氏以后的日子就不好过了。可是留着这个祸害，迟早会危及到皇上，危及到我大清江山。我们以前是想留着李义欢，帮咱们对付鳌拜，可如今鳌拜已经疯了，李义欢对咱们没有了任何利用价值。我们可不能再养虎为患了。皇后，这李义欢，咱们是一定要除的。只是和除鳌拜不一样，我们不能做得太着痕迹了，否则就会失去了圣心。现在这裘贵正在全力以赴地追查真正舒婉心的下落。如果我们能够证实这个丽妃是别人假扮的，那也许我们就可以顺藤摸瓜，查出李氏兄妹真正的身份来。这才是我们的上上之策呀。皇上现在宠的不只是李义欢，还有丽妃。若是能一举将他们二人一起铲除，自然是最好不过了。这。婉妹，孟哥哥，你回来啦？啊，今天怎么样？累了吧？今天运气还不错，打了2只野兔和1只狐狸。我把那狐狸剥了皮，到镇上换了2两银子，给你买了一个银簪。啊，我看看。喜欢吗？好漂亮啊！孟哥哥你真好，帮我戴上。好。好看吗？好看。婉妹，我有个事情想和你商量。什么事啊？我今天到镇上听到一个消息，刘德昭和他那些同党全被朝廷斩首了。是真的呀？太好了，我爹的大仇总算是报了。我爹在天有灵，终于能够安息了。婉妹，其实我想和你商量的是，我听说刘德昭死后连个烧纸祭奠的人都没有，我想去他坟前祭奠。不行，你不能去。婉妹，我知道你恨刘德昭，说实话我也恨他。他虽然作恶多端，死有余辜，但他毕竟对我孟家有恩。如今他已伏法，以身偿罪，我想在他坟前燃柱香，烧些纸祭奠他，就当是我彻底还了他对我孟家的恩情了。相公，你误会我了。我婉心岂是那种小心恶毒的人？刘德昭既然已经伏法，那我的大仇就算报了，我又怎会去跟一个死人计较？
我担心的是，当初和李大哥、雪姐姐告别的时候，他们再三叮嘱我们，一定要隐藏好自己的身份，千万不能暴露，以免引来灾祸。万一你去祭奠刘德昭被人发现了，那可怎么办？婉梅，那这样，你就在家等着我，我一个人回太原。等到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再悄悄到他坟前祭奠，然后我便连夜返回，这样应该不会有人察觉。可是，婉梅，不用担心，相信我。大人，你今世不知做了多少恶，才攒下这金山银山。可到头来，也只落得黄土一抔，因此还连累了妻儿老小和全族的人。不知你在九泉之下可有悔过？孟某父母曾受你大恩，孟某已在你身边守卫10年，今日特来坟前祭奠你，也算是彻底还了当日之恩。如今，唯愿大人来世做个好人，勿再蹈今日之覆辙。如何？咱们不能连累朋友。如今，我只能先杀了你，然后再随你去。你不要怨我。我不怨你，孟哥哥。既然我已经选择了你，我就会与你生死相随。好。不愧是我孟香河的妻子。你站住，孟香河！你想干什么呀？哦。你想死啊？我不拦着你，可是你这如花似玉的媳妇儿，出跪！别动！还有，她肚子里的孩子，你都不要了？孟香河，你要当爹了？婉梅，他说的是真的。是真的，孟哥哥，我好些日子身体不适，只是还没来得及告诉你。我已经找郎中帮你看过了，郎中切过脉，2个月，而且说得很肯定，男孩。孟香河，你们家是3代单传吧？还有，
动动你的脑子，好好想想，这群人敢冒名接近皇上，什么身份？那肯定是反党啊！为了这么一群反党，你连你们老孟家3口人的命都不要了吗？啊，值得吗？断子绝孙呐！哎，这个，给我。接着，来这边，来给我，接着。老奴参见丽嫔娘娘。雪嬷嬷回来了，这一路上辛苦了，快请起。是。老奴本来在山西为老爷守灵的，但实在是不放心娘娘，所以就赶回来伺候娘娘。雪嬷嬷，您还不知道吧？娘娘自山西回来之后，已经升妃位了。那老奴恭喜丽妃娘娘。索大人，什么人？胆敢了索大人的轿，落轿！小人求跪，有要事启禀大人。大人，求跪，是你们两人。来人啊！在。这2个是朝廷的钦犯，都给我抓起来！知道。哎，且慢，索大人。小人是来投案自首，戴罪立功的，恳请大人给我一个当面陈情的机会。我担保，我所陈述之事，事关重大，可以帮大人立下一份天大的功劳。先把这2个人给我押回府去。这，带走。起来，起来，好。听师傅说，他没能找到球柜，只得去了舒婉心和穆祥和的隐居之所，却发现2人房门半闭，没有锁门，也不见2人的踪影，而且房间内还有轻微的搏斗过的痕迹。看来，舒婉心跟孟祥和都有危险了，他们很可能已经落在了球柜手中。师父也是这样猜想的，而且很有可能，球柜已经把舒婉心和孟祥和押赴京城投案自首，以求戴罪立功。薛姐姐，那样你的身份不就暴露了吗？朱哥哥，你快点想个办法吧，眼下该怎么办啊？事到如今，我们也只能按兵不动，再随机应变了。师父还带来了吴三桂的最新指示，要我找机会暗杀康熙。看来，吴三桂已经中了咱们的计，决定要先下手为强了。朱哥哥，你之前说过，如果我们杀了康熙，清廷大不了再立一个新皇帝，于大局根本没有什么作用。这么看来，这个吴三桂啊，见识还没你广呢。吴三桂可不是你想的那么笨。咱们留着康熙，是因为他信任咱们，咱们可以利用这份信任，挑起清廷跟三藩的内乱，坐收渔利。而吴三桂跟康熙本来就毫无信任可言，若是杀了康熙再另立新帝的话，则清廷至少要乱上好几年。那么对他吴三桂
就只能继续笼络。这个吴三桂刚跟我爹签了盟约，他这次行刺康熙肯定没跟我爹商量，要是让他得手了，咱们的计划都得落空了。吴三桂这个人哪有信义可言？对他来说，最重要的就是利益。有人来了。奴才李德福给丽妃娘娘请安。李总管免礼。太皇太后奉体欠安，请李太医前去诊治。好，卑职这就去。刚才皇上召见索额图，在里面悄悄地把门关上，不知道说些什么。我只隐隐约约听到了“裘贵”和“丽妃”几个字。哎，这丽妃平日跟你们几个走得很近，该不会是你们的同党吧？叔父说笑了，这丽妃乃是舒剑的女儿，怎么可能会是我们的同党呢？不过多谢叔父提醒，你且先回御书房，有什么事情，帮我们多留心一点。嗨，自从你们兄妹两个出现以后啊，我这颗心啊，每天都吊在半空中啊。难怪朕觉得这个丽妃与其他嫔妃不同，太有胆识了。原来她是假的舒婉心。舒剑临死前也曾发现了一些疑点。丽嫔娘娘，爹，你怎么瘦了这么多，下巴也变尖了？爹，女儿就是在思念您。虽说皇上对臣妾特别好，可是女儿每每想到爹爹您岁数大了，身边又没个知冷知热的人，女儿这心里就放不下。可是，你这眼神跟从前也不一样啊。爹，您糊涂了。女儿进宫数月，哪能跟在家里当姑娘时一样啊？面色怎么也变了？这连日来赶路，女儿染了风寒，吃几服药就好了，爹爹不用挂心。可惜啊，舒剑还没来得及识破他女儿的身份，就被石青红给灭了口。是啊，皇上，这得亏裘贵是找到了真正的舒婉心，这可真是天佑我大清啊！可是这个丽妃究竟是什么来历？为什么要假冒舒婉心？皇上，裘贵说了，这假丽妃必定是前明的余孽。那此事是否还有别人知晓？朕的意思是，李太医和李易欢是否知晓？他们兄妹二人是否和这个假的丽妃是一伙的？哦，这个奴才可不敢妄言。不过，这丽妃娘娘和李易欢走得很近，那个关系，过于融洽了，在这后宫可是相当难得的事情。行了，此事先不要声张，待朕悄悄去过你府上，见过这个裘贵，还有舒剑府的管家，还有真的舒婉心之后再说。看来咱们所料不差。刘德昭在临死之前，果然将倾城假冒舒婉心的事情捅给了索额图。这个裘贵能从地方官府脱身，多半是索额图有意放了裘贵。如今裘贵手上抓了舒婉心跟孟祥和，索额图手上有了证据，就直接进宫向康熙禀告。这个索额图看似温和，其实老奸巨猾。他现在一定把你们两个也怀疑上了。我们从山西微服私访回来的时候，这个索额图就开始怀疑我们了。
他不会把咱们3个一锅给端了吧？欢妹，越是紧急之事，咱们越要冷静。这个索额图直接将此事上报给康熙，对咱们来说并不是坏事。若是裘贵直接向地方官府投案，捅出此事，层层上报，必将朝野哗然，事态会更难控制。那现在该怎么办啊？既然这个裘贵主动去自首，变被动为主动，那么我们也主动自首，把这局势再搬过来。不是吧，朱哥哥，你没有搞错？你的意思是让我们跟康熙主动自首，说我们是明珠谷的奸细啊？傻丫头，既然裘贵只抓到倾城一个人的把柄，那我们也只需要抛出倾城一个人即可。朱哥哥，你怎么这样啊？你要牺牲徐姐姐一个人保全你自己啊？在你心里，朱哥哥是这样的人吗？小师妹，你误会了，我倒是听明白大师兄的意思。眼下我有2重身份，一个是明珠谷的反党，一个是吴三桂的奸细。我只需要抛出吴三桂奸细这一个身份，就足以化解此次危机，还能激化康熙和吴三桂之间的矛盾。嗨，原来是这么回事儿，那我现在知道了。朱哥哥，看来你还真是挺聪明的嘛。刚才误会你了，原来你跟卢小弟一样，都是绝顶聪明的人才。如果你要是当了皇帝呢，我觉得你也能当得挺好的。不，你肯定比龙小弟当的还好，行了吧？你呀，总算知道我的优点了。龙小弟，等一下。龙小弟，你穿这一身是要微服私访啊？这个朕许久没有出过宫散过心了，所以啊，听索额图说，这个大观茶社来了一个新的说书的，说得很好啊，所以呢，朕就想让索额图带着朕去，顺便散散心。那奴婢也好久没有微服私巡了，你为什么不带着奴婢去啊？不是，这茶社里边都是男人，你一个女子去不太方便吧？那不肯说实话，果然是连我也疑心上。那你今日恐怕是去不了了，因为奴婢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禀报。什么重要的事？咱们皇宫中潜伏着吴三桂的奸细。谁？你们都退后10丈。这。皇上，这个奸细是丽妃娘娘。此话当真？当然了，是丽妃娘娘亲口跟我说的。今日在永乐斋，丽妃娘娘说，她是吴三桂派遣在宫中的奸细，她想跟你自首，但是她不敢，她怕跟你说了以后，你一怒之下杀了她，所以就求我来跟皇上说说情。我一听这么大的事儿，不敢怠慢，直接过来向你禀报了。走，去永乐斋。申叔姑娘，请。臣妾只因长相酷似舒婉心，便被平西王安排顶替舒婉心选修，这才得以进宫，得到皇上的宠幸。皇上，臣妾被平西王以臣妾弟弟的性命要挟，实在是别无选择，还请皇上开恩，不要治臣妾的重罪。你为何选择在今日向朕自首？因为臣妾的师父雪衣居士已经返回宫中，他带来了平西王的最新指示，逼着臣妾刺杀皇上。这个吴三桂胆儿比刘德昭还大呀！刘德昭不过是个小小的山西巡抚，顶多做一些贪污受贿、欺男霸女的勾当，如何能与动不动就敢公然挟制朝廷的吴三桂相比？
臣妾不忍伤害皇上，可又担心小弟的安危。左思右想，我才想到了这个，向皇上自首，这唯一的办法。皇上，求您公开下旨，就说臣妾弑君失败，却又拼死不肯说出幕后主使，所以被处以极刑。这样，平西王看在臣妾没有背叛他的份上，兴许还能饶过弟弟的性命。皇上，丽妃娘娘虽然犯了滔天大罪，但是她也是被逼的，能不能让她将功折罪啊？进来。罪夫叩见皇上。揭开你的面纱，让朕瞅一瞅。果然和雪倾城长得一模一样。朕问你，当初被何人所劫，又劫到了何地？罪妇也不知那些劫匪是何身份，他们都蒙着面，罪妇看不清他们的脸。他们将罪妇用一辆无窗的马车送到了一处神秘的山谷里，罪妇连方向都辨不得。但罪妇逃出来的时候，遇到了一头野象，然后罪妇一路打听才知道，原来是云南的一处深山林。果然是吴三桂干的好事。劫持罪妇的人是平西王爷。可是，平西王爷为何要劫持罪妇呢？莫非是家父生前与平西王爷有过节？你父生前给朕上了一道密折，揭示了山西官场的贪腐无案，这其中有提到刘德昭和吴三桂暗中勾结。哦，原来如此。邵婉心，朕问你，你本是汉八旗的秀女，未经过朕的选秀，不得私自婚配，你被人绑了。按道理来说，你逃出来以后，应该立即报官，听候朕的处置。没想到你将错就错，与你的情人孟祥和跑了，如今还有了身孕，你可知你已经犯下了欺君大罪？罪妇知罪，请皇上治罪。看在你亡父的份上，朕可以饶了你的性命。待为你落胎之后，交由舒氏的族长看管，另行婚配。至于你的情人孟祥和，他必须死。皇上，皇上，皇上，罪妇不求皇上恕罪，罪妇也不愿落胎，罪妇愿意怀着孩子与孟祥和一同受死。你可知孟祥和私自诱拐秀女，按律例应当处以凌迟极刑。你愿意和他一起千刀万剐吗？罪妇愿意，且甘之如饴。罪妇与孟祥和山盟海誓，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。就算千刀万剐，罪妇也愿意同孟祥和一同领受。望皇上成全。皇上，您后宫佳丽那么多，多一个舒婉心不多，少一个舒婉心不少。何况孟祥和也是信义之人，在山西的时候，曾经冒着生命危险，暗中帮过咱们呀。龙小弟，你就放过他们吧，成全他们吧。邱老板啊，这索大人进宫面圣这么长时间了，怎么还不回来啊？慌什么呀？啊！这皇上每日日理万机，索大人也不是说想见就能见到的。哎呀，这索大人说咱们这次立了大功，以前的罪行一笔勾销，皇上啊，还可能会重重赏咱们。怎么我总觉得我这心里七上八下？有什么七上八下的呀？索额图现在是皇上面前的大红人，咱们平白无故给了他这么大一份功劳，只是让他既往不咎，给那么一点点奖赏，
这难吗？你呀，把心放肚子里啊。是。哎呦，哎呀，索大人，索大人，您可回来了您。这事情办得怎么样了？在这里，我先恭喜二位了。哦，这不但前罪尽免，而且皇上还决定封赏二位。朝廷的封赏，转眼就会下达了。索大人，您简直就是裘某的再生父母啊！您，此事除了二位出力以外，不知道还有哪些兄弟为了咱辛苦啊？索大人，小人明白，这件事啊，它关系着皇家的颜面。除了我跟管家，就只有那4个帮我抓舒婉心和孟祥和的心腹兄弟知道。懂事。但不知这4位兄弟现在人在何处啊？不妨把他们叫过来，让我瞧瞧。一来呢，我为他们也讨些封赏；这二来呢，我要是看着有和我眼缘的，我就把他留在身边，在我这儿谋份差事，岂不更好？索大人，那4个混蛋就是江湖上的流寇。这要是能在您手底下办差事，那简直就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呐！就在成都的悦来客栈呢，我这就找去啊！好。哎呀，裘老板啊，就不辛苦你跑这一趟了。来人啊！你干什么？你们干什么？拉下去！索图，你不讲信义！拉下去！这。老三，来，义父，把这2个混蛋给我拉到郊外去。悄悄地埋了他们，孩儿遵命。另外，马上带一队人马去城东的悦来客栈，把他的4个同伙一块抓来。记住了，在抓捕的时候，千万不许让他们胡言乱语。是，一旦发现那4个逃犯，我先将他们的舌头给。好，去吧。谢皇上恕罪，也谢皇上杀了裘贵这落网之贼，替罪妇报了血海深仇。朕念在你生父的份上，饶了你过往之罪。但是从此以后，你不再是舒婉心，那身处宫中的丽妃娘娘才是舒婉心，你可明白？罪妇明白，罪妇明白。退下吧。谢皇上。愿皇上吉祥如意，万寿无疆。春秋两岸，时光催尽芳华淡，一生的愿，将心留于人世间，守我乾坤。龙小弟，谢谢你，最终还是成全了舒婉心跟孟祥和。想不到孟祥和一介布衣，上无寸瓦，下无寸土，居然有舒婉心这样的女人，堪与她同甘共苦，生死与共。朕这后宫佳丽无数，却没有一个人能如此真心待朕。龙小弟，我也跟你同甘共苦过啊，我还几次拿命救你呢。所以朕很感激你，感激你给了朕这么一段刻骨铭心的美好回忆。可是你始终坚持不肯做朕的女人，终有一天，你要和你的丈夫同床共枕，生儿育女。朕终究不过是个孤家寡人罢了。万事还原，数几许情愁，望月凭栏，星辰如梦，心缱绻。什么？丽妃乃是吴三桂的奸细，如此大事，皇上居然就糊里糊涂地处理了。那雪清城棋高一招，眼看自己的身份就要败露了，居然主动到皇上面前去自首认罪了。皇上一来念及与他的旧情，
二来是顾念皇家的脸面，也就顺水推舟，让他名正言顺地顶替了舒婉心。现在这宫中，知道丽妃娘娘真实身份的人，除了皇上和李氏兄妹之外，就只有我了。皇上再三叮嘱我，说这件事情要我不得告诉任何人，如果一旦走漏了消息，就会唯我是问。所以还请皇后娘娘，就算是知晓了此事，也千万要装作不知情。三叔，此事很是蹊跷，为何你这边刚找到真的舒婉心，这雪倾城就自首了？是啊，这雪倾城自首的时间点，未免太过巧合了。只是，他所说的雪嬷嬷要刺杀皇上一事，也的确是无懈可击，这由不得皇上不信啊。那依三叔所见，这雪倾城跟李易欢究竟是不是同党？这雪倾城和李氏兄妹，他们应该都是一伙的。雪倾城现在自首了，只不过是以退为进，涉足保帅。只可惜我们苦无证据，而且经过这件事情，我们更应该看明白这李易欢在皇上心目当中的地位。如果我们现在贸然去指证他，只会让皇上觉得是皇后您在嫉妒他，恶意重伤他。那眼下我们该如何做？大蛇要打7寸，否则只怕打蛇不成，反被蛇咬。所以还请皇后耐住性子，在暗中等待时机。我相信，只要他们真是奸细，就必定会另有图谋，早晚会露出马脚来的。这一次真是凶险，你们3个差点就被索额图给连锅断了。幸亏太子随机应变，巧妙地处理了危机，很好。虽然如此，但在康熙和索额图心中，多少会起疑心。你们可千万要小心啊！义父和师父们放心，索额图一直怀疑我和易欢是吴三桂的奸细，所以我们已经商量好了下一步的对策。我们会帮助康熙粉碎雪衣居士的行刺计划。如此一来，康熙自会对我们深信不疑，索额图对我们的怀疑也会稍有减轻。只是如此一来，雪衣居士怕是要性命不保了。他虽然是吴三桂安插在我们身边的奸细，可到底也是前明的志士，况且我们还有10几年的交情，我心中很是不忍心。夫人，我们千万不能有妇人之仁。雪衣居士为了一己的私仇，居然效忠吴三桂这种奸贼，他还想要暗中除掉易欢。这种人，我们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啊！樊兄说的甚是，对雪衣居士，我们不必手下留情，但我们协助康熙拿下雪衣居士，吴三桂一定会跟咱们翻脸的。其中的利弊，我们还要好好的权衡一下。咱们跟吴三桂结盟，都是为了各取所需，并非出自真心。所以他才会向我们隐瞒雪衣居士的身份，在暗中命令雪倾城杀了易欢。既然如此，那咱们就给他一点教训。义父说的是，说不定经过这个回合，咱们和吴三桂的联盟才会更加牢固。皇上，还是吃点菜吧。丽妃，朕今天很不开心。朕给吴三桂下了一道旨，让他进京养老，他居然以年老不堪跋涉为由拒绝了朕。他如此公然抗旨不遵，这满朝文武居然没有一个敢吭声的。